后来离这个明年的总统大选剩最后的24天，美丽岛上新的民调，第一名也是民进党的赖萧配，35.2%；第二名国民党的郝康配，30.6%，敢若输4.6个百分点；第三名民众党的郭英配，19.6%。总统候选人第一场的电视政见发表会，都伫因暗要来举办。侯友宜讲，伊会好好讲伊各项的政见，伊阁强调讲，伊讲出来都一定会做甲到。庆动安论会，台湾我先生。国民党总统候选人侯友宜今日透早就来到新北市选委会，为拿赢提名11个家囝挑好处，个个都是非常优秀。尤其在新北市地区的经营都很久，更重要的都有很好的政绩，一定可以全垒打。杨哥美丽岛电子报上线的民调显示，连赢赖萧配支持度35.2%，由原赢先；拿赢郝康配输4.6%，以30%排第2。民进党郭英配是19.6%排第3。杨哥侯友宜佮讲过这句话：民调第2名。也是不会当选的，民调只有第1名，而且是要开出来是第1名，才是真的是才有意义。韩国本地赖清德来比拢无公开行程，因为总统候选人头一场电视政见发表会伫今暗就要登场，侯友宜敢准备好啊？这一段时间我抛出了很多好的政见，这些政见我还会是在总统政见发表会里面如数家珍的来跟大家说。最重要，我说到一定可以做到。民进党做得不好的政见，我要把它改过来。尤其有些贪赃枉法的。3号侯友宜。侯友宜副手赵少康是被家人的林派上车队扫街，曾和学生啊做谈的时，提出要伫总统府建立实习生的制度，让年轻人能够在年轻的时候就有扩大视野，能够看看这个总统怎么治国哈。我觉得是蛮有意义的啦，行政面也可以嘛，我们各部会也可以。赵少康佮画出促销每一年机车燃料费的证件，郝康配一直出招，要拼伫最后无够1个月时间，抢较济少年选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